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天我要来大家看看美国的选举。娃娃 TV。在美国，如果你要投票的话呢，你必须要先登记。那登记的时候呢，你可以选择你是要投票日当天直接去投票所投票，还是你要邮寄投票都可以。那邮寄投票呢，差不多是在正式投票日的1个月前就开始了。选民可以在这1个月内的任何时间邮寄寄回你的选票。如果你选择的是邮寄投票的话呢，他们会把选票寄到你当初登记的位置。你填完之后呢，在投票时间结束之前去邮局邮寄回去，或者是找官方的选票投票箱投放进去就好了。那官方的选票投票箱呢，在很多地方都有设置，像是法院前啊、图书馆前之类的地方，应该都是有设置的。那如果不想要跑邮局，也找不到官方选票投票箱的话呢，也是可以等投票当天，直接把你的选票拿去投票所投到他的投票箱里面就可以了。那我这次选择呢是邮寄投票，那我也已经收到了我的选票，接下来我就要来好好研究一下，尤其是公投法案的部分。那登记的时候，除了可以选择投票方式之外呢，还可以选择语言。像我这次选择的就是中文，所以我就收到了这本中文的官方选民资讯指南。我还没有看啦，所以不知道里面内容是什么，我等一下再来研究一下。另外呢，我的选票呢也是中英对照的，这样还蛮方便的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这次的选举呢是总统初选。美国的初选不是像台湾打电话，他们是有办投票的哦。那登记的时候，他会问你有没有政党倾向。如果你有政党倾向的话呢，你填哪一个政党，你这次呢就会收到那个政党的选票。如果你没有填政党的话呢，那你这次可能就不能选特定政党的候选人了。假如你当初登记的时候，你是选择民主党啊，或者是其他政党，或者是没有政党倾向，那么你这次收到的选票上面呢，就不会有川普的名字，因为川普是共和党的嘛。他这一次的选票呢，一共有2张。第一张呢是什么政党提名职位，有什么美国总统啊，跟什么县中央委员会委员的。那他这个后面呢，还有什么？选民提名职位有什么联邦众议员啊，还有什么州参议员啊，还有什么州众议院议员之类的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不是党内初选？为什么会有其他政党的名字啊？哦，我懂了啦，他这个是什么选民提名职位，不是那个党的提名职位。OK， 那它这个第2章呢，是有什么公投法案啊，还有什么非党派公职，就是什么法官之类的。我发现它这个很好笑它这个非党派公职都只有1个候选人，是选什么意思啊？它这2张选票啊，第1张比较属于是党内初选的东西吧。如果登记的时候没有选政党的话，可能就不会有这个第1页了，可能就只会有后面这一页跟这个第2章的吧，我猜啦。那我刚刚也大概看了一下这本选民资讯指南，它里面基本上都是在讲公投法案的，完全没有任何候选人的证件啊或者是资料，不像台湾的选举公报。那我到底是要怎么选啊？我一个都不认识可能要等一下自己上网再做一下 research 了。OK， 好，这个选票写好之后呢，要把上面这一段撕下来保存好。它这个是票根啊，上面有编号，你之后可以去查看你这张选票的状态，看是变成废票啊，还是真的有被纳入。那把这个票根撕下来之后呢，要把它放到它附的这个信封里面去。这个信封呢，它是已经付过邮资了，所以拿到邮局去寄也不用再付邮资了。那这个放到里面去封好之后呢，还要在这边签名。我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，投票不就是应该是匿名投票吗？那他这里要签名，然后还有这个票根，那不就变成完全是记名投票了吗？好了，不管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可能会在投票日当天把它拿去离我家最近的投票所吧，因为它就在附近嘛，比任何邮局啊或者是官方投票箱都要近。今天是3月2号投票日，我现在就要把我的选票拿去投了。我现在手上除了我的之外呢，还有我其他家人的，他们忙的忙，懒的懒，所以我就帮他们去投啦。那 Let's go！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选票投票箱我发现它投票所外面就有一个，这样也好了，我就不用再跑到里面去了，反正里面也不能拍嘛，这样我就可以拍我投进去的画面了。那我现在要投咯。
耶！第一次在美国投票成功，美国投票是不是很自由啊？因为有这样邮寄投票的方式，所以就算那个投票日办在平常日也不用怕，大家也不用请假回家投票。好了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啦。我之前也有做过美国投票所的选务人员，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看这个影片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